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3只小猫的魔法考验。在一个叫彩虹溜滑梯镇的地方，每天下午3点，天空会出现一条又长又香的彩虹溜滑梯，滑下来时还会闻到棉花糖的味道哦。香香的。就在这个梦幻的小镇里，住着3只个性不一样的小猫咪。第一只叫跳跳，整天跳来跳去，像弹簧一样停不下来。我要学魔法，最好是可以蹦上天，再蹦下来。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第二只是布丁，圆滚滚的肚子像个布丁碗。我想学变出布丁的魔法，还要有草莓、巧克力、焦糖口味哦。第三只是小花，它的尾巴尖端长了一朵小花纹，它说话柔柔的。我希望能让花朵开不停，这样每天都有新朋友。他们听说森林里住着一位神秘的魔法猫奶奶，会做出会跳舞的棉花糖云朵。3只小猫眼睛一亮，就冲进森林去了。魔法奶奶头上戴着眼镜，笑眯眯地走出来说：想学魔法呀？那得先通过一个种子考验。他从他的口袋里拿出3颗会发光的种子。这是神奇跳舞种子，只要你们每天照顾它，耐心等它长大，它就会送你一个超级无敌惊喜的魔法。跳跳兴奋地原地跳3圈，耶耶耶耶耶！我回家就要种，马上长，立刻变。布丁摸着种子说：那我可以边吃布丁边照顾它吗？小花轻轻问：请问魔法需要等多久呀？奶奶笑眯眯地说：每一个种子的魔法都不一样，但魔法的关键就是耐心。跳跳一回到家，就把种子啪地丢进土里，大叫：快长大，快给我魔法，我等不及了啦！他每30秒就挖一次土，还帮种子开派对，唱跳歌：跳跳跳，快快长，变魔法，变变变。过了3天，终于冒出一个小芽。跳跳一看，皱起鼻子：这么小，太慢了啦！他
把拔起来，啾，小牙变成一颗超级弹力球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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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球到处乱跳，撞翻积木、果汁、浴缸里的鸭鸭。跳跳崩溃大叫：“我的城堡全毁啦！”空中传来奶奶的声音：“跳跳啊，魔法就像盖积木，要一块一块慢慢来，太急就全倒光啦。”跳跳坐在地上嘟嘴：“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啦。”布丁把种子种在布丁碗旁边，还帮它取名字叫布小丁。他每天都会说：“今天是香草日，等你长大，我们一起吃布丁。”第一天，他浇水；第二天，他唱歌；第三天，厨房飘来一股超香的味道。咦，是草莓cheese布丁？不吃会对不起自己耶。就一口，不，一锅。他吃完打了5个嗝，直接倒头大睡，完全忘了种子。隔天早上，小牙干巴巴的，布丁哭哭脸：“对不起啦，布小丁，我饿昏了。”他一拔起小牙，叮铃，根部掉出一颗布丁软糖，布丁一口吞下去，竟然冒出好多的泡泡，里面还有小布丁人在跳舞。泡泡说：“记得天天来看我哟，我会变得更厉害。”布丁摸摸肚子，我以后要吃慢一点，种子也要慢慢照顾。来到了小花猫的家，小花种下种子后，每天都跟它说早安、晚安。它唱温柔的歌：种子呀，慢慢长，我会一直在你身旁。秋天，它给花盆织围巾；冬天，它搬到暖灯下，还每天画下它的样子，直到春天。叮咚叮咚，种子突然发出声音，啵一声，一朵会跳舞的向日葵长出来了。花跳着舞说：“谢谢你一直等我，现在轮到我跳给你看咯。”小花开心地转圈圈。这时，跳跳突然说：“哇，为什么它的开花了？我的只有乱跳球耶。”布丁也说：“我鼻孔的泡泡也很好玩啦，但我也想要跳舞花嘞。”这时候，天空飘下来一朵棉花糖云，奶奶来了。孩子们，魔法不是急来的，也不能偷懒。真正厉害的魔法藏在耐心里。
奶奶拍拍他们的头，跳跳学会了不能太急，布丁学会了要每天照顾。小花最棒，她知道。3只小猫一起喊：等待会有惊喜派对！奶奶一挥魔法棒，3只小猫头上都开出一朵发光的小花。这是耐心小花，每当你用心等待，它就会更美丽哦。3只小猫开心的在向日葵旁跳舞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有自己的魔法种子哦，是你和爸爸妈妈一起种的绿豆芽，还是你要等3天才能吃到的巧克力，还是你正在画一半的图画呢？下次当你觉得我现在就想要的时候，记得小花的跳舞花，还有布丁的泡泡，还有跳跳的乱跳球。只要你愿意等一等，慢慢来，你自己的魔法惊喜就会悄悄地出现咯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